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个一摆三甲主日，伫这清净暗暝，咱三甲用祈祷，三甲用上帝话，咱三甲搁一摆会当来建立甲上帝一个真密切、真好的一个宝贵的时间。邀请咱将咱身躯边最会影响咱，无论是电视、节目的声、收音机、手机，咱拢甲伊关做震动，甚至甲伊关机，互咱会当伫安静的祈祷的内底来体会上帝平安的赏赐。邀请咱三甲伫祈祷的内底，咱会当安静看上帝的话，咱做伙伫祈祷的内底，期待咱的生命会当重新得到快乐甲帮助。祈祷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的中间会当甲上帝建立上要紧密切的关系。通过祈祷，不但要互咱祈祷会当有快乐，嘛要互咱祈祷了后，咱会当伫日常生活会当活出有行动、有愿望的生命。邀请咱做伙同心，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上帝话记载伫诗篇46篇第1节，上帝话安尼讲：上帝是阮得胜的所在，是快乐，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助。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生命需要帮助的时候，当我们力量不够的时候，当咱快乐要无的时，往往是因为咱找不到咱的生命要走位倒位去。求上帝帮助咱三甲伫主的面头前，咱来向主求。上帝的确要互咱伫患难中，真做咱及时的帮助。这时邀请咱做伙同心来为着咱家己，为着咱的家庭，为着咱的生活，嘛为着咱的事业甲咱的健康来恳求上帝。相信上帝的确要伫咱的生命中间，搁一摆来复兴、坚固，甚至赏赐，互咱教育、活命甲快乐。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感谢主，你真做阮生命的拯救甲帮助。你带领以色列百姓，对苦难、对奴隶、对迫害、对生命行无路的时，互因虽然进入捌伫旷野，但总是你嘛互因的生命重新搁一摆得到救，得到头放。主啊，阮的上帝，阮知伫阮的生命中，阮极其需要上帝你极大的帮助，互阮伫危难的时，互阮伫环境欠缺、不足、危险的时，互阮伫家庭失和、无平安的时，互阮伫事业伫毋知要安怎突破，甚至会当更较丰富的经历的时，主啊，阮拢恳求上帝你大大赏赐，听阮的祈祷，帮助阮，互阮若有臃肿的生命，嘛互阮的身体有臃肿的身体身躯，来为主你来跑走，来做主你的工。天父上帝，阮意爱会当成做主你的子女，总是阮的祈祷无够业，恳求上帝你坚固阮，互阮的家庭成做一个和睦、疼主疼人的家庭，嘛互阮会当有机会将这宝贵的福音传到伫阮家庭、朋友的中间，至微细一个。主啊，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的家庭常常伫和睦三厅的内底，互相伫祈祷的中间，来建立一个和睦三厅主你所欢喜祝福的家庭。嘛，互阮伫教会，互阮伫阮的家庭产业的中间，阮拢会当尽本分来为着主上帝你所赏赐互阮的美好的产业来努力打拼。求上帝你赐互阮，因为你要赏赐互阮丰富教育的稳定，阮的确得爱认真，得爱谨慎，甚至得爱为着阮的生命努力，甚至生活来尽本分，
来行上帝你以外阮行的道路。求上帝你听阮的祈祷，赏赐开力，成做阮的帮助，互阮明白上帝你确实成做阮生命的避难所、避难所，嘛互阮的生命真正了解上帝你是阮及时的帮助。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上帝话安尼甲咱讲，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我毋知你有体会到，上帝的神就是圣神进入伫你的生命中间无？迄那亲像油抹伫你身躯顶面，有绿德，有丰富，有资源，有喜乐，有盼望。上帝互咱的生命是要真做会当报福音互人的生命，毋是逐日你伫厝内埋怨，甚至过你家己的生活。上帝圣经的话甲咱讲，互我会当传福音互散车的人，是因为咱的灵，咱的生命经历上帝伊的灵，伊的生命，伊的圣神的开力，互咱会当为主做美好的人。所以，咱就爱好胆去将这福音传互迄个需要的人。邀请咱兄弟姊妹，无论你伫倒一间教会，只要咱会当欢喜，将你所领受到这个宝贵的福音的好消息，传互迄个散车有需要的人。上帝伊的话甲咱讲，伊是要派咱会当去宣布啥？互迄受惊的会当得到讨白。什么是受惊的人？有侪人伫咱的身躯边，伊常常咧惊吓，常常毋知要安怎行头前的道路。咱就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真做迄个会当祝福人的生命基督徒，互迄个无看见生命要安怎行的人，互伊通看见。所以兄弟姊妹，邀请你真做一个大道的勇士者，你嘛着爱真做一个有行动力、实践主话语的人，互迄个受压迫的真正得到生命的自由。邀请咱做伙来为着几项事祈祷，为着咱家己的生命会当真做受呼召、受圣神使命，会当有生命有快力的人来祈祷。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愿阮的生命真做一个有油所抹、互圣神所充满的生命，互阮的生命是领受着福音，会当将这个好消息去传互志未遂的人。主，阮知，阮会晓祈祷，阮毋知要安怎样祝福别人，阮知影要安怎样做主你的工，但总是阮也无法度通去人讲生命福音的真理。求上帝你赐福阮，帮助阮，互阮的生命真实、真心、真力，是要会当用行动来报传宝贵的福音，互人认捌这个福音是何等的美好。愿上帝你赐福阮，永驻阮的生命，真做上帝你所听的佳字。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咱为着咱的国家执政的团队来祈祷，特别伫即摆疫情，台湾虽然已经有进入这个微解封，甚至到要降级的阶段，总是咱每一个国人都要更加谨慎，每一个基督徒嘛都要敬信祈祷。好唔好？邀请咱做伙开声来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整个台湾会当真做一个永驻的国家，是因为咱背后有侪人用祈祷来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领袖来恳求，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你拣选阮真做国家的领袖，真做教会社会的领导者。阮需要上帝你的气力甲智慧，求上帝你赐福伫台湾侪这的执政者，在野党，这的监督的在野党也好，
愿每一个人是真实出对疼心来疼惜台湾这片岛屿。主，愿看见上帝你已经在为台湾这片岛屿来开路，来带领阮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总是阮需要上帝你真理话命话，搁一摆来束缚伫阮国家的领导者，每一个执政的单位，每一个管理的单位，拢会当有主上帝伊所赏赐的智慧甲明确的态度，通做好的判断，带领台湾人会当进入一个平安、公义的社会。愿上帝你束缚台湾，也束缚台湾的政教会，互每一个人拢经验上帝你无限的疼痛，互阮的一生经历丰丰富富。上帝你是搁真搁活的上帝，愿上帝你束缚阮，真做阮的帮助。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继续，咱做伙来看一段圣经节，箴言第28章第2节。因为地方有罪过，人君就罪罪。有明理甲知识的人，国就会长长伫立。特别，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为着美军已经撤军伫阿富汗。咱知影美军第20几年前，因为这个911事件，后来因开始进入伫阿富汗来管理这个国家的人民，甲这个制度团体。咱求上帝帮助，伫美国政府的领导者，以及伫所有咱为着阿富汗的这个关心的人，咱拢做伙会当来为着阿富汗这个国家。虽然因所认捌是真理的这个，因认为是真理的阿拉，但总是咱求上帝怜悯，求上帝赏赐智慧，互遮的每一个执政的人、管理的人，互因有智慧，会当互因的人民伫平安安全的内底来享受生命应该有的自由。咱做伙开声来祈祷，特别咱嘛为着世界的和平来恳求。无论是疫情，拢已经影响全球侪的变化，咱嘛着爱伫祈祷中求上帝赏赐公义和平的心，伫每一个现今管理世界每一个国家的这大人群，咱拢求上帝赏赐互这个管理者，互因有够也的智慧，咱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管的上帝，你是赏赐丰盛，你是赏赐智慧财物的上帝。主愿知人的生命拢是上帝你所掌管，是上帝你亲自立理管理的世界。总是人有罪，误用这个文字能力，破坏人甲上帝你和好的关系。求上帝你怜悯阮，帮助阮，束缚引带阮。特别我要为着阿富汗的国家，因为美军的撤军，因为美国长期20几年来的帮战，总是因的国家最后需要进入互塔利班这组织来在因做管理。求上帝你亲自来掌管，是上帝你亲自在开路帮助因的人民，互因真实进入是真实公义和平的社会，互每一个阿富汗平民的老百姓，互因会当体会到什么是平安，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活命赏赐者耶和华上帝。主，恳求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听阮的祈祷，赐福互阮，互阮知是上帝你在听阮，是上帝你在为阮开路。愿上帝你听阮恳求的声，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感谢主，上帝互咱伫今日每一个人拢当做会当伫享受祈祷，享受圣经在内底智慧的话，互咱会当明确主的心，因为主听咱。咱做伙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互咱明白是上帝在听咱，是上帝在为咱开路。
咱需要伫主的面头前，有搁较侪三听和睦的心，互咱明白，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无论是天顶的，无论是掌权的，拢是有一位听咱的耶稣基督，伫咱的生命中，要为咱为生命服务。咱三甲做伙来。我心有伤痛悔，又怎个行呀？最困苦担我袂堪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不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免搁着惊。是我，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出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咱的主是听咱的主。无论环境如何，上帝一直拢无弃绝咱。咱真会去一摆来。我心有伤痛悔，又怎个行呀？最困难我袂堪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不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免搁着惊。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啥我，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主的听是咱上大的帮助。伊若要讨放你的心，嘛要成做你生命上好的安排。无论你的生命所在经历什么款的路途，但总是拢袂当斩断咱甲上帝要紧的关系，因为上帝要引带你，要保护你，互你对答到底永远。上帝伊拢无加变换，听咱的心，愿上帝赐予咱，互咱享受伊美好的平安。感谢主，感谢咱每一个人用祈祷三甲伫主的面前，咱会当体会上帝伊无限的，愿咱平安。